的啥？我就是要自己为啥想要你呢？你对妻做啥？你莫讲我个笑！你两个慢点啦！想要我？我无做过代志，你莫侮辱我！你走！笑！我同你死！你走！你是气笑！你赶紧收起来，我不跟你说爱记条。笑！你啥是在保护你呢？这个彭志强根本就准心不良，我甲太死，以后就袂过来甲你糊糊甜啦。不是你跟我讲我的，是我家己爱掉伊的。你走！你就更爱死！你走！笑！你别跑啊！你跑！但是我想再掉，你给我拍死！啊，若无，我不准你看这个哦！笑！笑！请收起来。是安怎？叫你甲请收起来，无听的是？嗨！你真大胆，敢举枪对着妻哦！我之前寄给文生，跟我遐严重，我是你讲啦，无问清楚就拍啦，你也就要杀啦，但不是这个甲我收留，我以为你给我靠流浪呢。彭姐，多谢你收留妻哦，你莫误会我就好啊。敢唔敢回去咧？敢着爱搁讲第二遍？多啥？嗯？紧的啊！唔免啦，中医遐嘛是关心家己的小妹，误会解说清楚就好。中医，是嘞。小，行，到桌上等。我不爱。小，是哦，你桌上来找你，紧甲你桌上来。招迄个查某弟的，我就无可能回去。听话，甲你桌上来去。我不爱。我根本无迄个厝，我嘛无可能甲迄个查某当做伙。小，啥物话？等下悄悄讲，行。杜嫂，等迄个查某一出去，我自然就会回去。我是认真的，迄个厝有伊就无我。敢有这严重性？就是有这严重。你要是看紧，转去迄个查某身躯边，看免伊伫你面头前搁啼啼哭哭啊，我甲你的心抢走。是哦。我不爱听，我不爱听，我就是要伊走。你搁写少，你嘛真了解笑的个性，请你加互伊一寡时间，我会考讲伊回去。好，彭姐，那咱妻后就拜托你，我给照顾。多少？你真正要互妻后住在这？我相信你。多少？笑住伫彭志强遐，因两个孤男寡女，恐惊。我相信彭志强，你就莫搁讲袂去啊！多少？你阁会记得你答应我的代志吗？你讲要甲笑嫁互我，我会记啊。那安尼是安怎？最近我有妻后甲玉芬两个闹甲无一天平静的，
既然我袂当放弃因任何一个人，我就一定要想一个办法，互因会当和平共处。你放心啦，咱甲因两个代志处理好，我答应你的代志，绝对会做到到啦。多谢多谢。原来中医所爱的人是笑，我要赶紧想一下办法，互迄死查某鬼仔永远的卖掉。金妈，志强，你上台啉的咖啡，要给我3点。志强，多谢你啦。对啦，你爸爸有较好无？还搁咧做检查，不过已经有较稳定了。安尼就好。我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讲。是啥物代志？一透早就遮尔赶紧要来甲我讲。是啥物代志？你唔着紧讲。昨暗只有伫我遐过暝，因为伊甲你妈妈冤家，互因桌上拍离家出走，伊临时连夜无所在通好住。金妈，你是毋通误会呢？我相信你啦。对啦，我会记你捌讲过，讲你真介意七号，你本来会当做好朋友、好姊妹啊，所以因为顶一代的恩怨，你即摆连见面拢有困难，我真是感觉认为啊。金麦，你敢有想过，要放下顶一代的恩怨，甲七号继续做朋友？其实我甲七号嘛有是安尼想，不过阮两个的感情。已经无可能恢复到较早同款，因为感觉拢变了。我若是一看到伊，我就会想到迄个拆散阮金家的人，就是伊的亲生老爸，伊倒塌拢。一直到今仔日，我还是无法度接受，我一个好好的家已经去互拆散。送洗衫店的人送妈妈的衫回来。我一看到阮妈妈的衫，我的目屎就流落来。志强，你敢会当体会让亲人放下的心情？对啊，好啊，咱先莫讲这个。对啦，你毋是有去找你妈妈？你妈妈安怎讲？妈妈讲，因为家己的苦衷，是为着要保护阮全家。伊敢有讲，伊是受到什么人威胁？我有问啊，伊毋讲啊。也毋过我在想，一定是伊倒塌弄啊。我想应该毋是，因为伊都社长对你妈妈真好。要若无即摆离家出走的人，都毋是七号。今摆，我会当了解这种找无答案的心情。都好产出一支气，家里老遐尔艰苦。要么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你妈妈一定讲出真相。志强，你讲，我敢应该要相信阮妈妈的解说？你若是相信你妈妈，你一定较好过，对无？这就表示你妈妈毋是想要放杀你、金庸，也搁林爸爸。你是爱我找人甲金庸哥分买落来，通好互创业筹备资金嘛？我就想讲副总裁人面较宽，所以。即马搞保集团的副总裁是你，毋是我，你叫唔对啊？是的啦，我叫冠希啊。即马一时煞毋知要安怎称呼你才好。假使讲阮金庸若是无转性，无条条恁即马早就结婚，爱叫我一声妈妈，我讲安尼啦，你叫我阿母就好啦。阿母，是咪？你来找我，面前敢知影？照面前的个性，伊是靠袂伫甲高宝集团规盘拢捧起啦。心内啊，伊若是知影你要帮助金庸
恐惊是袂放你煞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就是因为民情暗中在主动，不准人买金融的股份，我才会请阿姆甲金融斗3工。对了，阿姆，我敢会当问你一件代志？这敢真是遐尔爱伊都社少？是麦，你真正要问的，是我哪会对警家人遐尔绝情对无？无啊，我唔敢批评你。假使讲，你若捌真正爱过一个人，你就会当了解。是麦，你敢不相信？爱情的力量会使一个人变较坚强，绝对袂因为拄到困难，就去放弃家己的目标。同款的道理，爱情嘛会使一个人变较真自私。金家的人因认为我是自私的，所以永远分我会理解。杨哥对我家己的爱情，我是老实的。一般的人因为传统的礼教，唔敢去反抗已经造成的事实，嘛唔敢放下一切去追求家己的真爱。我讲，就算讲爱互全天下的人骂我嘛袂回头。只是我即马无法度放下的，是阮金融，也搁有阮金哥。想要到伊到社少，伊嘛有一个放袂下的查某囝妻儿。恁相处了无好？伊到社少，为着因查某囝离家出走，即马是烦恼甲袂食袂困。天下父母心嘛，就亲像阿姆你的观念金融甲金外同款啊。少还阁少岁，难免会使性地，你会较勇毅的。阿姆，你会放袂下你的囝儿，那呢我相信你一定愿意帮助金融卖股份去创业，对无？这个代志，伊到社少嘛有向我提起过。心爱，你真领积极，想要帮助阮金。你老实甲阮讲，你是毋是还搁在爱？我永远会记金融，遐尔真心爱。即马民警放出风声，要全力阻止金融卖股份。一般的生意人惊了是非，根本就唔敢买。啊，毋过若讲爱拖落去，会互金融卖无好的价钱。嘛会影响到金融伊想要振作的信心。阿姆，你在商场遐尼侪年啊，熟悉嘛真侪人，你敢会当帮助金融去只有兴趣的买主？是啦，你放心啦，金融是我的亲生后生，我一定会甲他分担。好啦，我出来嘛真久啊。应该爱回去。我注意你真久啊！你最近甲江明静愈行愈远，安怎？目的达成啊，颠倒袂下。少爷观察的真好嘛。所以你要甲周耀芬对付江明静？我找伊只希望会当帮助金融，为了搁要一项股份，
高金庸有冲着资金创业。伊敢有这个才调，若是找我帮忙就无共。金家是你的敌人，你要反过头来帮助金庸。你应该讲，金家是阮岛上的敌人，我即马是要做人情互你。蔡啊，我听无你的意思。当初阮岛上答应要甲古堡集团交互我，即马毋但无交互我，佫提出一个工兵证，这狗雀鸭哪会去飞去？我总是爱摸清楚是啥物人改变阮岛上的决定啊！你怀疑周玉芬，所以你毋是咧跟踪我，你是咧跟踪伊。你真巧，假使你愿意帮助我，暗中调查，我就帮助金庸做这个人情互你。我就甲你明讲也无要紧，既然阮岛上无爱甲古堡集团交互我就家己甲摕转来。这件代志只有你一个知影。少爷这样信任我，假使我若阁毋答应，就毋知好歹。真好，金庸今仔日就会当摕到钱。金庸，既然来啊，哪会无爱坐落？你毋是真着急，要甲古堡集团的股份卖掉，筹备资金创业？就算讲我要卖，我嘛袂卖互古堡集团的元首。莫讲到这严重啦！古堡集团也毋是我抢去，你是伊岛太郎的客囝，当然是我的元首啦。我虽然是伊岛社长的客囝，啊，毋过并无表示我赞成伊岛社长的所作所为。就是因为我看袂过，才会出来经营集团，自立门户。我甲你同款，拢是要家己出来创业的少年人。是安怎咱袂当互相帮忙做朋友？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就算讲朋友做袂成，至少咱会用再相言相做生意。我保证。这届的交易甲阮乌岛上绝对无关系。你若是毋相信，合约顶面你会当用特别条款注明，袂当过户互阮岛上。阁有啥物袂放心的？我做生意介意直来直往，我出一个计数，假使你有满意。这张银行本票就是你的。这个计数我免叫有当答应，啊，毋过真正遮尔简单，无其他的条件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你先签一份股份抵押书给我。啥物时阵要过户，迄是我的事。另外，我会加一条保密条款，伫咧股份过户之前，袂当互任何人知影。我真好奇，你遮尔细腻，是惊去互谁知影？歹势，这点无方便讲。只要你愿意配合，这张本票就是你的。好，就照你的意思，咱即摆马上签约。我一定要找出周玉芬甲江冰静到底有啥物牵连。金庸，你只是我手头凊彩互我使人的棋子。你甲古堡集团所有股份拢卖掉啊！是啊，爸，你无欢喜哦？爸，哥是想要洗清咱之前所受的侮辱，我嘛真赞成安尼做，一切会重新开始。这囝呢？你才拄拄答应我，要重整家业，你竟然变卖家产，做出一款
摆假代志。爸，你什么呢？你春晚要甲我叫死吼！爸，爸，你唔通安尼啦，安尼你的身体会袂堪你啦。我表集团是我辛辛苦苦创立的，想要到，为才我家己亲身举的手头。你好啊啦，你即摆身体阁足虚弱的，莫这么生气啦。爸，我嘛真唔甘国宝集团，啊，不过即马江面前抢下贷款，就算讲咱手头有股份，江面前同款会当做假象，用比屁的手段，把咱国宝集团的钱拢挖去，到时阵，咱同款一无所有。我只是想要靠家己的力量来创业，我无得。是想要把国宝集团的钱拢摕转来，爸，我伫遮救出，我一定会把国宝集团抢台行利。爸，哥哥嘛需要你的支持啊！我请你相信，你会当建立国宝集团，我嘛会呢。世间上险恶的所在，就是生理着。爸爸是烦恼，你会吃亏。爸，我无了解的所在，你会教我，你会指导我。我是一个失败者，会当教你什么？你毋是失败者，咱国宝集团今日会变甲安尼，完全是因为迄个查某害的。金瑶，你讲的迄是生理养你的亲生儿女，你毋是有答应爸爸，你袂搁再怨恨你妈妈。爸，我会甲哥哥斗3工，袂互你失望的啦。这哪有啥物问题啦？我负责替你找人，甲金明买地的股份甲买落来。好姐，多谢你。但依咱的交情，你是会甲我说什么多谢啦？林天生用这么大的精神，甲你带转去身躯边，伊对你应该是真珍惜。你过的日子嘛应该足好的，啊，毋过电拄你看甲较瘦呢。有一寡代志，才拄要开始呢。天生的查某囝已经正式向我宣战了，啊，我迄2个囝，甲我当作冤仇人共款，搁有甲我钱，迄支刺我都还要赔掉。我的心变得清明了起来。市哦早晚是爱嫁出去，对着金融甲金源，不管是安怎，你拢是因的亲生老母啦。亲情是任何人斩袂断拆袂散，连准是江明情，这无一定是个炸弹。你若无想一个办法对付伊，万一伊的小狗精甲压起来，互加一嘴，代志就大条啊！你放心啦，暂时阁袂压起来。哦，江明正是一个永远都袂满足的人，伊希望透过我遮学过较侪次，只要伊若认为会当为我遮得到更较大的好处，伊会希望我活真久，而且伊阁会阻止别人伤害我。这样，你讲金融已经买着土地，准备要起什么运动休闲村？人讲啦，已经顺利甲手中国宝集团的股份卖掉啊。是啥物？这我嘛唔知啊。去查好清楚，
不管是想掌握国宝集团的股份，就好惨就是阮兜的后门无关，随时拢爱烦恼贼仔，什么时阵会惊你阮兜的大天？是，我放出风声，不准任何人接触国宝集团的股份，就是为了要等金融挡袂掉、等袂落去的时阵，我将继续压到上低，才甲买落来。但突然间走出一个听夹音，敢讲是要去的？喂，冰姐，我问你，金融手中的股份是毋是你买去的？唔是，毋是你买去的。我讲是就是，唔是就唔是，我敢唔诈骗？是甚物代志？你打电话来讲，金融股份叫别人买去，还是甚物人买？我嘛唔知。国宝集团最近出了遐侪代志，而且拄偌人经营难尔。今摆营运状况嘛毋是真好，照你讲，应该无啥人想要买才对啊。那呢？这个买掉国宝集团股份的迄个人，到底有啥物目的？明姐，叫总裁啊，江总裁啦。是，江总裁。金融伫棒球界嘛算是有名气，即马推出金融运动休闲村，真有可能卖了真好。万一若是会做起来，以后要对付伊，就无遐尔简单。哼，只要我甘愿认定的，就无金融在商场上徛起的机会。未来的命运只有死。秘书有时间。这位是阮国宝集团的江总裁。江总裁大驾光临，唔知影有啥物我会当效劳的所在无？金融买一块地，准备要去运动休闲村，是你经手代办的，你有想要加踢我？江总裁若要牵成，我是求之不得。请问你是要买倒一笔土地？同款是金融运动休闲村迄块地。恐惊金先生伊袂答应哦。你若肯买，我就毋免来找你啊！我爱你甲迄块地中央200倍部分卖予我，我要用上少的钱，互伊的运动休闲村起卖成。这哪有可能？天下间无啥物无可能的代志啦！你着暗中用抢单解决啊！你要叫我做违法的代志，那安尼我会去互人掠去关的。你莫甲我来佚佗啦！我是律师出身的，我真清楚你遮做大事的，要伫暗中乌白母，迄是真简单。这是你过去的资料，而且我早就查清楚，你这个人为了钱不择手段，做过真侪袂记情的代志。民国85年2月，你帮助丰原建设吃掉一块合建的土地，害地主跳楼。你煞完全拢无代志，搁摕到真侪苦面相。同年的10月，你又搁……我愿意配合。不过我会继续无价哦。钱毋是问题，也毋过这土地所有权状，伫国宝集团丁副总裁签字的时阵，绝对袂当互伊知影，伊买的这块地，就是运动休闲村的一部。江总裁，买卖是有地号有名簿的，丁副总裁伊也毋是青梅啊。你是巧巧人，这小可问题，家己想办法解决。一张是200万的现金票，
摕去。好啦，土地就会当偷卖啊。阮换地号只是小 case 尔。心爱，你想要帮助金庸，我就互你帮助伊倒来。你来是要创啥？是哦，阿姨是来接你回去的啊。阮都互你霸占嘛，我不爱回去。是哦。是哦，恁叫阮阿姨亲身来接你回去，行，甲倒上。我已经无厝啊，想要回去倒。是哦，你敢知影？恁倒啥，逐工咧想你，袂食袂困。阿姨知影是我家己唔好啦，真歹势啦。真正我拢无顾虑到你的想法，也毋过从今以后，我就算我一定会学做一个好妈妈。你无迄个资格，无人会当代替。阮靠上伫我心目中的地位，你连家己亲生囝拢会当无爱啊！佮还是讲要做我卡上，拄一天，互你袂记拢唔知影，我才无让伊讲咧。是哦。莫怪囡仔，若要怪，就来怪我，拢是我唔好，只有才安尼讲。有关。哼，我总算知影，是安怎我倒才会互你袂去啊？原来你真够搬戏嘛！好啊，是哦。恁玉芬阿姨是好意来甲你会心的，恁安尼讲话愈来愈唔是款。是你家己要来的，我嘛要跟伊来啊！你莫拍囡仔啦！安怎？你想要甲我拍心？你拍！你甲我拍死，我就袂跟你回去的。我是着我甲迄个袂记上就会讲走的。七哦，你实在真唔是款哦！我是教你，敢都袂讲话心。余老社长，请你体谅七号心情，有倒一个做查某囝，要威胁家己的妈妈。倒啥？你已经为着伊拍我2摆啊！你在你伫你心目中比我较重要，是安怎一定要我回去的？七号，你伫倒人的心目中是无人会用的代替的。你是我唯一的查某囝，是永远的查某囝，你知无？好啦，你著听倒上的话，跟我转来，来。我讲过啊，我讲过啊！如果伊走，我绝对袂回去的。七号，七号，假使我若离开恁岛上，你敢愿意回去？玉芬，你是讲啥？就是因为我知影你外太小气了，我更加应该先全面才对。你好呀！你莫搁搬去啊！你要搬，你去放回搬啊！余老社长，阿姆，我看恁先回去，我慢慢考虑起。那就万事拜托。好啦，志强，若是有什么代志，随时甲我敲电。是哦，爱是来走。是哦，你真是我回去。那是当然的，你的厝有伊就无我。那安尼，你应该租一间厝，暂时住。我无爱，我是个人大会惊的。你想要甲我赶走？我无这个意思。啊，若无，是金毛子，你会后悔。今晚毋是遐尼无法当的啦。安尼，是你无介意我。吼，莫搁哭，也莫黑白想。对啦，你答应我要替我翻译日本运动器材的说明书，你是毋通订单啊？嗨。
甲囡仔讲的话放在心肝头啦。我只是在艰苦，笑竟然连一点仔机会都唔肯予我。但是，我知你真疼小七，所以我讲我讲一个句，我要爱你所爱的人。我一直认真想要做一个好妈妈。好，你有这个心，我真感谢。但我即马敢来当慢慢来，好，好啊啦，莫哭。但是，其实这几天，我一直认真在考虑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我一直在考虑，是不是应该离开你？不啦，你是咧讲啥？你是毋是搁咧怪我？我唔是在怪你，我只是要想成为无和你白讲感情的人。你会当甲约到找倒转啊？恁过个岁啊，甲较早同款过着团圆的日子啊！好啦好啦，玉芬啊，我都讲过啊，你有这个心，我真感谢。也毋过，我做的决定绝对袂反悔。既然你有这个心，要甲七号当作亲生查某囝来疼惜，我相信七号早晚会了解你对伊的好。那我当三讲啊。咱运动器材若是扛入来，咱就会当正式开店营业啊。为着我甲金明的理想，我一定认真打拼。啊，你还是无放弃要成立三级棒球综合训练营的理想。一个人野球人，一世人野球人。我永远拢袂放弃我的棒球理想。我相信金明心肝内毋捌放弃过。伊甲我同款，想要等家己有能力迄一天。我嘛真正足希望，阮哥哥会当顺利踏出伊事业头一步。你放心啦，较早金明咧拍球的时阵，都是真有爆发力的投手。我相信伊的运动休闲度假村一定真紧来做起。七号，来咧外口坐下，经理来，来。说明书我翻译好啊。多谢。金麦，我爸肚就枵咧，咱做伙食饭好不好？我要等下还阁有代志啦。我袂枵啊。七号，金麦，咱大家敢袂当坐落来好好食一顿饭？我嘛想要甲较早同款，大家坐落来好好啊食饭。啊，不过我真想着阮靠嫂，就是因妈妈逼走的，我想要安怎食的咯？我嘛无方便，甲阮厝人的查某囝斗阵食饭。恁本来会当做朋友，也毋过即摆煞因为顶一台的恩怨，恁即摆连朋友都做袂成，敢讲你袂遗憾？你想看到安尼，会用啊？你跟因妈妈马上离开阮岛上。七哦，你安尼讲真正是伤过无公平啊呢！受害者毋是干那你一个人呢。歹势，若是无代志，我先来走。七号。这边市公心理公司你斗相共真多，我应该甲你说多谢。莫客气啦，你允准我暂时住志强因兜，我才应该甲你说多谢。啊，毋过你放心，我真紧袂阁继续交流志强啊。七号。刚才七号讲爱你。我了准讲，伊是咧讲应仔话，分袂清楚什么叫做爱，什么叫做介意。不过我发现，伊是真实去爱着你啊。志强，爱愈深，受到的伤害嘛会愈重。我看你也是找一个机会，好好甲伊讲清楚。金文，我一定甲七号当作家己亲兄妹共款看待，
最近伊甲你妈妈闹了无欢喜，我还是想讲加强来斗相共。志强，你唔免甲我解释啦，我有讲过，我相信你啊。七号比我较细汉，虽然讲我嘛真怨恨因的爸爸，也毋过我会当体谅伊对我妈妈的怨恨。志强，你是伊在台湾上个信任，嘛是唯一会当我靠的人，我看你也是较紧家己担。有啥物事，咱就起再讲。你听话，听。志强，我是安怎？我看到你过去我去行做伙的时阵，我突然感觉到你是遐尔伤爱。我只是一个活人，我一直甲我家己讲，你已经有经我死啊，我应该爱离开的。啊，不过安尼，我就会变成一个无依无靠的人。啥物人讲你无依无我？你会当甲我当作是你家己的大兄共款。我无爱做你的小妹，你到底是不是真爱我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你讲啊！笑，你看。你看我皮皮喘，你跟我来装好不？转来我身躯边呢，大哥，永安都甲你不送过。哼！OK 啦。志强，真多谢你煮今晚有足侪爱心的姜汤互我啉，最好啉的哦。较早我若是去南着好，我妈妈拢会煮姜汤互我啉，而且伊讲暗顿一定有肥猪肉通食。肥猪肉，迄真油呢，敢好食？食济会肥呢。你是有钱人家的囡仔，你唔知影。像阮这种善食人家的囡仔，若是有肥猪肉通好食，迄天连困的时阵做梦拢会偷笑，而且肥猪肉爱愈肥愈有滋味。志强，你细汉时阵厝内底真善食。虽然讲阮厝内底真善食。也我真快乐，我感觉真幸福，因为我有全世界上好的妈妈。也我真细汉的时阵，阮爸爸为了生活，放弃棒球去行船，真不幸，伊拄着风台过身去。阮妈妈一个人
日时爱卖菜，暗时做手工，甲我车养大汉。伊无顾家己偌尔辛苦，伊全力支持我完成阮爸爸的房地遗愿，才有今仔日的全力投王。真是，伊为着要照顾我，伤过辛苦，尾啊，伊破病倒落去啊，最后连伊要走的时阵，也搁咧烦恼。 我若还无机会好好友好伊，互伊享福，伊就过生气。你一定真需要你妈妈好。其实我嘛足需要阮靠送的。若是伊伫咧我身躯边陪我，毋知有偌好诶。 你去关掉先，啊？你发烧呢？我送你来病。我不爱互医生看啦，我只是小可寒着了，啉只姜汤去困一下就无代志啊。你等一下去床铺点火，要等我困起才会当走。 七号是伫温室中成长的花蕊，毋捌受过风雨的考验。即摆因爸母分开，一定互伊受到真大的打击。希望因一家伙仔会当较早团圆。 来辛苦了，来啉这个凉的。哦，是。啊，多谢。多谢。啊，会拢坐啊吼。这桌阿妈，哪会无手上的马克？敢是家送来先无？我唔知呢。停死炸弹！ 误会啦，我是压着雨感冒，去无衫会当换，才会借穿志强的衫。你敢知影志强去倒？伊应该是去床铺点火，还袂回来啊。我头接到通知，因讲去运动器材仓库发生爆炸啦。志强人伫咧遐呢，敢会受伤？我就是联络无着伊，我毋才会走来。我真正就烦恼。那安尼，即摆是要安怎啊？无，我先去仓库看卖，伊快些人搁在遐啦。你等一下，我嘛要去，我一件衫随来哦。今晚。 你平安本来是真个就好诶，我打算讲，仓库无知你会受伤，才想要去找你呢。笑，我无代志，免替我烦恼。今晚你来走来。仓库无知这么大个代志，我惊你出代志啊！这到底是安怎啊？我甲工人伫仓库点火时阵，发现一粒定时炸弹。定时炸弹？刚才我发现了炸，赶紧甲弹掉，所以无人受伤。 志强，这真明显就是有人想要对付你嘛！这是你较早发现，若无后果就不堪设想安尼。林曼，你看，我毋是好好徛你遮，而且公司的货嘛无损失，员工是有惊无险，你莫烦恼。我哪会当无烦恼啦？你在明呢，想要对付你的人咧暗，因这个无成功，敢讲都无后摆。志强，你敢会当每一遍用这么好运就闪过这个劫数？万一你若受一个差错，那安尼我是要安怎？今晚
你莫有白想，警方去现场搜证的时阵，伊有讲，最近有一寡心理无正常的炸大客，四界咧犯案，而且因个这样有利的线索，应该真紧就抓着人啊。志强，你答应我，为即摆开始，你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家己的安全，好不好？我答应你，为着你，我一定好好照顾家己。志强，志强的眼中敢若有金花子，我扛在这根本就是多疑的。笑，你是安怎？我只是头小发晕晕，不要紧啦。你还过来发烧，紧离去房间休困。唔免啦，我留踮遮，只是甲恁较量尔，我还是走好啊。笑，你感冒了就好，应该要加休困。我扶你入去房间，行。你敢会因为个对我遮尔好啊？笑，歹势啊，志强，我无应该对你遐尼大声的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无应该留伫遐遮，我有去换我一下衫，随离开哦。你们，笑人无爽快，我来甲看卖。笑，你开门好不好？这个时阵，金月一定陪在志强的身躯边。我去看伊，是果然答应怎的？看到因两个人恩爱，只有我家己搁较艰苦尔。无得卡，金月看到我，搁要赶我走。金月，金月。金月，你哪在哭啊？心酸搁无早，志强受伤啊？无啦，志强的人平安无代志啦。我真感激志强，我肯接受我这个朋友。啊，不过金月，我一直找无机会向你正式的赔罪，请你原谅我过去去收婚，啊，唔敢着你伫，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弥补我对你的亏欠。你的代志，志强拢甲我讲过。既然伊是相信你是在真心悔改，那安尼我嘛相信你。加一个朋友，总比是加一个外手人较好啊。多谢你，多谢你的宽宏大量。我希望金庸袂当甲你同款，莫阁忘记我，给我一个机会去弥补伊。金月，你到底是安怎？志强敢真正无代志？你讲啊！人好好，甲饲落在厝内。志强无代志就好啊。金月，飞地顺路，啊无去阮兜坐者，啉一下咖啡，好不好？笑，你要去倒位？你毋是讲你无想要转去？免你烦恼啦，经过遐尼济代志，我已经毋是较早迄个单纯的查某囡仔，我要照顾我家己。笑，即摆已经真晚，就算讲你要离开，嘛等明仔载天光才走。我拜托你，莫阁惦记我好无？我毋是顶叫，我是觉悟啊！我明明知影，你爱的人是金花子，我遐尼爱你，你啥
就你会当爱我？迄个时阵你伫日本，有一寡代志你无了解，就伫我失去奥运参赛权，互全台湾的人支持的时阵，只有金华留伫我的身躯边，全心全意支持我。阮的员公司患难见真情，我相信这世人无任何代志当甲阮拆分开，而且我的心肝内只有金华一个。佮再讲。 我若是迄种记一个爱一个人，你敢会遮尔看重我？冯志强，你是头一个，让我知影什么叫做心疼的人。是的，我是伫话伫讲，因为我无希望你因为我受到任何伤害。多谢你。 对我遐尔坦白，你是我头一个真心爱着的人。我一点仔拢袂后悔，我对你付出的啊。虽然我甲金华姐袂用做朋友啊，啊，不过我还是真心真意祝福你们，被求改呢。笑，笑。金华姐伊走啊，一定是我伫咧遮，伊搁看我敢有啥物才会走的，是我家己去走的。笑，金华毋是遐尔无巴顿的人，伊一定是有代志先走。 笑，我要答应恁倒上要好好照顾你，请你留落来，莫互我无信用。你要留我，是惊无法度甲阮倒上交代，还是毋敢我离开？明明知影，你身躯内只有金华姐啊！ 我只是假问的，若是我甲金华姐会当同时熟悉你，我一定袂随意的。笑，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拄到一个比我更较好的人，而且更加疼惜你。无的确会，啊，不过我的心拢予你占去啊，无可能有第二个人啊。 多谢你对我的照顾，我永远都会支持你。金华，我请你足配合你。 有这款的道理哦。咱只要拢公开讲伊爱志强啊，你竟然阁同意，和只要带入去志强因兜，你哪会遮尔放心啊？敢讲就因为你相信志强的为人，然后呢？什么然后？我的意思是讲，伫志强甲你讲，只要带伫因兜，一直到你亲目睭看到，这种的心情有啥物差别？ 感觉真无共对无？感觉是真无共款啊！我原本也准讲，我袂甲试药放在心上，也毋过我看到伊穿志强的衫，困是志强的名床，我的心肝内就感觉怪怪。若是讲无感觉，迄是骗人的。心爱，你敢会感觉我真无度量？这是真正常的。今晚，假使你一点仔感觉拢无。 迄才是无正常的。心爱，我感觉你变了甲较早真无共款呢，变甲真大心，嘛互人真想要亲近你。感谢是嘞，啊，那你较早的我嘞？较早的你哦，
逐工看起来拢嘛心事重重，嘛真罕有笑容，感觉真歹真近。心爱，其实你笑起来真好看，你应该爱较常笑啊。老实讲啊，其实我嘛真讨厌较早的家己，迄种带着身份来过日子，会互人迷失家己。今晚你愿意来甲我讲话，我真是感觉足感激的。心爱，其实我嘛真欢喜，咱搁当做朋友。虽然讲你无法度做我的兄嫂，也毋过咱也是会当做好姊妹、好朋友啊。心爱，无早暗，警方虽然应该伫老早，也毋过我是真袂放心的。你看，这个人是啥？伊的目的是想要毁掉志强的事业，还是伊根本就是想要致死志强的性命？心爱，你看，敢有可能是江明志？是有这个可能，但是咱无证据啊，嘛袂当胡白乱讲。我在想，除了迄个可恶江明志，绝对无别人啊。江明志，今晚做罕你来，坐啦，要啉咖啡啊，啉茶。我问你，早早是不是你派人送去的？不是啊。敢才是？你唔相信？那安尼你搁走来问我，我对天就抓，无就是无。今晚，你来这就是为了要问这哦。既然来啊，就坐落来甲我这个老朋友好好讲一下。我甲你这个人无啥物话通讲。今晚，敢有需要安尼记住我？你是要啥人唔啥啊？你这么着急要走，是毋是要去找彭志强？我要去找啥？这甲你敢有关系？你的一举一动拢甲我有关系，因为我爱你啊！我已经看出你的做人啊！我上看袂起你的，就是你的奸巧甲虚伪啊！我连甲你讲话，我都感觉真讨厌。你免那么小心，我会接受你啊！我爱你，你应该敢真欢喜才对。我会当互你荣华富贵，互你过上好的生活。我甚至愿意友好恁爸母，照顾恁阿兄。我这样认真对待你，敢咩我无够？你嘛唔知好歹。迄是你家己当作自作多情，我绝对无可能爱着你做好无的。我嘛捌想要做一个天才，耐心去追求伊。是你无爱我机会，你就莫怪我用恶魔的手段。我爱你，今晚。今晚，你唔要惊啊！我是真心爱你，甚至我愿意把我心肝抛出来给你。要不现在你就袂当接受我对你的爱啊！你袂当连一点仔机会拢冇予我。你安尼做，我是掠狂的。你应该真清楚，我高明人这个人，我想要爱，我一定会得到。国宝集团就是上好的证明。而且你早晚拢是我的人，你何必安尼欺骗我呢？啊？你敢知影？无论什么时阵，我只要想到你哦，我心肝头，足痛，痛到足想要甲你拆掉唔吧？为怎么开始？我爱你，永远变成我江总裁。你是起笑哦！你敢无听过？吃紧来弄破我！你安尼做，敢若金妹对你愈来愈反感尔。
再讲，你想要得到伊的人，你嘛先得到伊的心嘛。我唔免你来教死我啦！我对金元已经死去耐心，我无想要搁等。你明明知影，伊爱的人是志强，先做你一定要得到伊啊！明静，以你即摆的条件，你想要什么款查某囡仔，你搁惊无？安尼我问你，天下间查某人遐尼多，是安怎你要爱一个？干那样拍棒球，啥物拢袂晓彭志强啊！所以就送查某互伊对无？彭志强，我阁无甲伊看在眼内，伊唔代我送炸大予伊啦。也毋过吼，我真感谢迄个送炸大的人，真可惜，无甲彭志强炸死。若无彭志强，哪有机会？也得我甲金元中啊！卡苏的炸弹，就是明情送的，那安尼会是啥物人送？啊，无你即摆是安怎要相拍你啊？人家照顾到倒位去，你何敢交代？才分开一暗尔，我就开始咧想你啊。亲身甲照顾啦，免安尼踮遮逐工就忧头壳面。我既然已经答应要成全他了啊，哪会使反悔搁回去呢？这种公平是公平要害我你嘞！到即摆，佮讲要帮助我，你到底是要安怎你？我恨你，你才恨你到死！也毋过，我爱你到死。